袂随安怎，竟然敢单独一个人来遮见本王啊！你也毋是食人的怪兽，我是安那会毋敢来？玉清，你甲恁老爸拢是我对头的冤家子，我应该比食人的怪兽使你更加惊才对啊！既来之则安之，我要来遮的进前，早就将我的生死置之度外。好，你讲出来我听，你来遮创啥物？求你放小芳倒转去，小是啥人的？就是夏江良的囝，也是你命黑世阳掠走的迄个囡仔。我这属迄世阳，你亲耳听去，亲目睭看会熟。你真好大胆，这是皇帝卡刀呢！你竟然敢若无害受本王的名义，你敢毋惊我将你送入大牢？王爷，你的心事。耽误的是真方便，你予阮探索彼个花言。王爷，阮大哥的名利哦，看得起，一听爱小风是愈命紧。真奇怪，以前的丁水话，现在的你，拢是对夏江良这么加痴情。你到底要答应，还是毋答应？好，我答应。看在你这个痴情的份上，我答应将小芳献予夏江良。也毋过，你若是转去，一定爱甲夏江良讲，本月15暗2更，踮在迄个武陵山武陵寺等我。我会将小芳家送倒转去刑狱，但是必须要爱答应我的条件，永远袂用甲传着我的身份啊！你放心，阮夏大哥一定做会到。今仔日是11啊，我要赶紧倒来甲阮夏大哥讲。迄位老爷，一切拢安排好势啊！我相信到时阵，因一个我都能脱逃啊。好，但这样阵爱起行，
我要阁要爱有翠玉环的马天娥甲金莲公主，一个一个同归于尽，叫。咱老明的哦，咱老朋友咧，咱人讲迄个话，啊，你有啥物心事，讲出来做参考，无得啊，我会当甲你斗骹试友。我已经找到我的囝。哈？我是出啥物人？是迄个冒充王子自细你的骗徒。啊？我是迄个朱公主哦。唉，命啦，毋免怨叹啦，毋免怨叹讲有一个迄款日囝来咧甲你惹麻烦。哎，啊你即马连孙也有啊呢？这讲什么？讲你有孙啊？我甲你讲哦，4年前啊，我伫迄个王府啊，对朱公主的手中救出丁翠玉的时阵啊，迄丁翠玉就大巴肚有身体的呢。好佳哉哦，佳哉是夏江良啊，伊高明的医术啊，才从迄个病甲医的好呢。囡仔出世了后啊，丁翠玉难产，大人所翘起咧，啊，迄个囡仔，就是你的孙仔咧。即摆甲伊算算的有4岁啊，4岁啊咧。是上，哪咧上是我的孙啊？袂为难你，叫你老爷出来。你要找阮王爷，啊，阮王爷就出去啊呢。好，我就坐踮在遮，等你来测试一顿啊。林大爷，啉茶啦。阮王爷带人去灵武山，你哪有遐尼紧就倒转来？林大爷，食饭啦？多谢。永暗14时啊，遐明仔暗的日间，阮王爷就要害死遐侪无辜的性命。我要哪会见死不救？心爱，你是怎样？林大爷，阮王爷哦，甲迄世阳变下江用因爸仔囝，还佫有马天豪因所有的人去武陵山武陵寺，明仔暗日间哦，就要甲因害死啊！马兄，金姑娘，你哪会来遮嘞？是朱世林约我来啊。是啊，自细林讲今夜要来这个所在，甲你证实王子的真假。
所以请我甲天后倒入玉环来遮做证人。夏大哥，自细人是约咱来遮救小芳，啊是安那会阁约？你想什么诡计？对。这个韩秀吼，一定佫用诡计伫咧骗人啦。是讲毋知影骗的人吼，是要骗马公子，还是骗田老大？哎呦，凡事咱大家拢去互骗去哦。啊，若是安尼啊，这声只要伊佫想一个办法哦，安尼好势啊，咱大家拢到这个所在，拄啊全安尼死死规困。夏大哥，咱还是倒转来去啦。为救小芳，家孙若是冷谈好的，我也唔让步。夏大哥，等我啦！既来之则安之，我才想要来看迄个假王子，甲对咱安怎？安某的，大家拢去呢，咱换咱来去。好，行。搁等咧三刻，你每一个人都爱死在咧无重心之地。你要搁用什么道理？原来就是大明子命事秋秋月。听讲，你要用什么毒计害死夏江阳？你的消息搁不哩灵通啊？回答我的话，为什么我会回答你？因为我是武林大娘子，主持正义，天干地利，这是我的责任。安怎？我知你武功不凡，但是我若讲出讲我的师是什么人，相信你唔敢对我出手。是什么人？燕山五鬼摆第三，修天华。莫怪你会这么啊坠落，莫怪你的心肠会这么啊狠毒。原来你就是拜迄个乌道的无头为师。安怎？你知影我的厉害啊？哪会可少管我的代志？反正，过去你的罪恶，我用的无管。但是，只要你莫搁害夏江玉因遐人，尤其是小芳。你毋免求情，非得若夏江良因遐人，我一个一个都无通啊留伊拍算。你知影小芳是什么？袂用的，我袂用的讲出来。我的孙，我应该有这种禽兽不如的老爸，伊无资格通互小芳做老爸。明事秋听伊讲，你是伫咧漂泊四海，无亲无戚，为夏江良是安怎会这么关心？夏江良是毋是恁囝？也是照台不误？吃死啊！我的囝是吃死禽兽！韩秀，也是你老爸。讲这就是真的，当然是真实的。伫个你4岁迄一年，你若了5岁，你的事情甲你阿娘有不愧之心，所以两个师兄弟反目出手，你若伫个剑法是真紧，失手才来杀死你的事情。你阿娘一气之下，将你偷偷带去投奔韩家。你阿娘脸皮死了后，你全咧楼顶的韩家做养子。你知影这20年来，你若调位要找你无？韩秀，不是，我应该叫你明秀，你去甲你那爹小人啊！你囝小人是小事，上天害你的代志是大事。你赶紧来停止杀害夏江良的阴谋。
夏江良就走就丁翠云，我死也袂饶伊。我再讲，你若是我的老爸，我嘛袂为着你放弃夏江良。现在咧，已经火药开始引爆。你要将因炸死？无毋对，叶老呢？小红呢？小红，小凤是夏江良佮丁翠有所生的结晶，当然爱死同款。真屌！你个亲死！你知影小红是怎么人的囝无？但是当时老王救走丁水有的时阵，伊就心怀5个月怀孕。小红，只要是你的亲生囝。内面拢找无，你表情表嘛拢无，拍了嘛拢找无呢。黄江良，你紧走！你莫讲，车内面有带炸药的。龙爷，就是你入去，不但袂当救小红，连你也都会无命。来，小就死了，小。小。大元主，多谢你传达阮父王的话，我甲天后要倒转来上路国。一路保重，请你大家珍重，有班有长，小丽，汉秀已经死啊！你自细已经死了，我是夏江良，公爵应该连由细春来继承。小丽，阮母仔囝永远会感激你。吴大哥，啊，我即摆应该爱改喙叫你议长。用处不够，负之过。明是死，明死的毋对的啦，是我这个做人。汉秀的事，永远就毋通甲这个囡仔讲，教导这个囡仔的重要，只有教导。是哦，叫阿公，甲阿公再会。阿公再会。嘿，哈哈，安尼，即嘛是我歹人哦。
袂死尔。哎呦，哎，六姑娘咧！哎呦，唔知影搁伫内底无走出来未？哟，小丽，小丽，小丽。上来讲我无爱水啊尔，前头阿刁无实在甲伊讲啊尔。我无替你甲伊讲好无？讲囡仔，你袂去倒啊找伊咧。小丽，小丽，小丽。